哎呀，文喜啊，这是你卖地的钱，你拿着这个，马上走，不要待在这里了。听乡亲们说，如果我还要和你保持联系，他们就把我们两个都杀了。所以，你最好快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这是姑母我对你的肺腑之言，你不要误解啊！啊！可以可以，假若我今晚死了，别说土地，就是这一切都没有用。我说成佛的方法，忍耐最为重要。姑母就是我要忍让的好目标，能促使我与无上妙法相遇，都是姑母和叔父的恩德。你们对我有如此大恩，为了报恩，我常常为你们祈祷，愿你们来世修成佛果。我修菩提，别的什么都对我没有用啊！不但土地，连房子，姑母也一块拿走吧。文喜啊，你这样的人才叫好佛教徒，我真的为你高兴。现在我也要回家了。在我未起书生正悟之前，就住在此山中，纵然饿死，也不为讨布施而下山；纵然冻死，也不为寻衣服而下山；纵然寂寞苦闷而死，也不为寻求喧闹而下山；纵然病死，也不为寻药而下山；不为谋求今生事物，妄动这个身体。要身语意三业全部散乱，一心修习佛道。祈请本尊上师加持，使我的誓愿实现。空行护法们，请你们成全我的誓愿。我如果违背此誓愿，请手示海众，夺去我的生命。请本尊上师加持，赐我来世能是佛修道的人身。好冷啊！哦，冷啊，好冷，好冷啊！大德，我们是马尔巴大师派来的。你若为升起乐暖，马尔巴大师说，应用调整三门的方便，照这样的做法去做才合适。我们走到那边去看看。哎，走，看那边有没有猎物。快走，上上面看一看。哎，
大家快看！快看快看，那边有个鬼！快快，我们上去，我们杀了他！快！我不是鬼，我是这山中修道的行者。行者？哼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行者。什么行者？你的食物放在什么地方？给我们一点儿，以后我们会还给你的。你如果不借，我们就杀了你。快点儿！我只有一点荨麻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你们就吃荨麻吧，也不用偿还我。哼哼，你不要撒谎，你不给我们吃的，哼哼，我们就要杀了你！喂，杀了你！他是一个很好的佛教徒，我们欺负他这样憔悴的人，也算不上好汉。我们的饥饿又不是他造成的。玉家士，真难得。我未曾冒犯你，请你为我祈祷，为我加持吧。感谢你，玉家士。哈哈哈！你的窟主连自己吃的东西都没有，哪有什么能力给你加持？太可笑了。